黃雪琪、張子亮、黃怡晴、文子涵、黃懷希、張萬歌、黃曉彤、鄧希圖、莊佩元、Daniel Chibuka、昂姑華、林日、林如、黎日峰、劉家佑，恭喜晒咁多位同學。我哋仲有黃卓南、陳奕慈、温嘉怡、趙全心、張德熙、殷俊宇、秦瑞婷、劉俊熙、羅豪、William Perea、Mingso and Dimly、黃榮佳、Alisa Singh 同埋曾燕姿。好啦，接過你哋嘅畢業證書咧，又乖乖地行到去前面，好有秩序咁樣，企一直線喎，企一條紅色線嗰度，係啦。如果大家都企條紅色線咧，咁於是乎你哋就會好直㗎啦，好有秩序咁樣。恭喜晒！我哋對住前面啲 camera 笑咯喎，1、2、3笑，1、2、3就鞠躬，乖啦！好啦，我哋翻去後台啦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哋又請另一批嘅同學出場咧，領佢哋嘅畢業證書啦。嚟自元朗 UKB 畢業班嘅同學，馮正南、劉希彤、黃仲瑞、張兆威、梁子瑜、陳子恒、曾詠賢、劉奕彤、蔣成哲、劉子瑩、Gus William Wyatt、李志恒、何天榮、黃興文、黃哲林、曹浩晴、彭啟宇、方健一、陳正豪、麥卓賢、梁子睿、余業、徐子聰、鄧力源、曾康睿、范允希、劉俊偉、麥子軒、呂子雲、胡子晴、曹浩晴、彭啟瑜、方健一、陳子豪、麥卓賢、梁子睿、余業、徐子忠、鄧力源、曾康睿、范允希、劉俊偉、麥子軒、呂子雲、胡子晴。哇！今次好多同學啊，又領咗佢哋嘅畢業證書之後咧，又可以企翻台前啦，好有禮貌啊！接過畢業證書咧，係會同我哋嘉賓鞠躬嘅。好啦，拍照留念啦。1、2、3笑。好啦，又到後台休息下先啦。恭喜晒咁多位同學，因為接住來咧又有另一班同學咧係出場領佢哋嘅畢業證書啦。嚟自係元朗 UKC 畢業班嘅同學，阮樂儀、盧婉希、黃子謙、温海林、鄧可清、張嘉欣、張佑欣、莊俊熙、胡希之、劉心妍、邵志升、李海橋、黃思希、殷柏林、李祖賢、黃楚橋、李卓賢、陳喬朗、李石峰、李朗賢、馮新慧、尹俊熙、張希晨、陳展朗、劉寶希、陳樂晴、陳奕瑞、洪瑞俊。自己嘅小朋友咧，幫佢哋拍照㗎啦。
住睇下我個小朋友係邊一班出嚟，幾時出嚟攞證書啊？我估心中有數啦。係啊，好啦，恭喜晒咁多位同學，咁啊有企喺前面嗰度咧，就係對住啲 camera 攝留翻呢一個重要嘅時刻啦。好啦，預備啦，1、2、3，笑咯！1、2、3，鞠躬！叻！恭喜晒你哋，又到後台休息一陣啦。入翻去啦！休息啦，係啊，佢哋諗住再喺度繼續影係嘛？好啦，接住來咧就係元朗 UKD 畢業班嘅同學咧，準備出場係授佢哋嘅畢業證書，有請招可怡、高敬一、周曉媛、鐘曉雪、陳奕漢、謝俊賢、文成安、黃天欣、林巧晴、方俊軒、林妍妍、蘇炳澤、梁君君、李卓軒、